关心经济统计，苗栗是规台湾山鸟麻上盖济所在，其中通霄镇丰树蚵社区推动友善的耕作方式，种出来米，互人学到是就好米。今年林务局和台铁合作，设里山动物列车2.0版的概念，就是用这个社区的故事来做主题，希望会当打造一个就好列车，让大家会当定思考里山动物和咱人做伙生存和谐概念。 通过城市，经过乡镇庄仔，石虎火车开始旅行，行过每一块土地。车厢内底用里山地景来设计，一个上车就互高水的动物包围。里山动物也想像人一样，能够像人搭着列车，快乐而且自由自在的去旅行。但是因为现实上面，这些里山动物它们生活在1000公尺海拔以下的这个环境。 大部分都是私有地。南务局甲台铁各一个合作，设里山动物火车2.0版出来，重新思考像石虎这款的里山动物，甲咱人做伙生活的关系。 甲车翠的山当作背景，田园湿地生态完整。这是苗栗通霄丰树蚵社区，丰树蚵的农民因为台湾石虎保育协会推广，2012年开始实行无毒的种植，唔喷农药，保护石虎生活所在，所以各行叫做石虎米社区。施撒那个除草剂的话，这些都不会有这些草长起来了。 那你这样拔草很辛苦哎，很辛苦啊！为了健康方面，就再辛苦一点了。苗栗自然生态协会伫田的安尼翕相机，这几年几落届翕到青山动物出现的画面，像讲红列做是珍贵稀罕动物的芒花麻，阁有果子麻、麝香鸟，甲几6只石虎。 迄天研究人员带咱了解青山的环境，伫田呢就发现石虎的影子。你看这个，看这个，这就很明显是动物走过的。4个，然后一个大大的肉垫，所以这个一定是食虎的。无毒种植虽望互土地变甲无污染，毋过甲普通种植的方式比起来，收成较少。李荣华因为已经退休啊，收成有好无想计较。伊赛车载咱去拜访其他的农民，到田呢就发现草啊更较多，毋过却无看到这的主人。我们为生，我老公还有另外在工作啊，对啊，哎呀。如果全部种，如果靠这个生活是没有办法生活。一个人兼2份头路，对社区内底做无毒种植的农民来讲是真殊常的。不过因却也是一直坚持。杨素燕伫因家门口画700彩绘壁，就是因的理想。米粒的妈妈、米粒的爸爸、米粒的小孩，他们在田里对很高兴啊，又有兔子啊。一群农民用行动来停无毒种植，保护故乡的土地，甲人甲生态系共同生存的关系，找回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